有冇人問我啊？我哋呢啲普通人，如果追溯翻幾百年前嘅祖先，會係啲咩人啊？聽落咧就好似好遙遠啦。但係如果真係向前推嘅話，喺某種意義上啊，今日每一個現代人咧，其實都係遠古貴族又或者係精英階層嘅後代。點解要咁講呢？因為喺漫長嘅歷史入邊咧，生存同埋繁衍從來都係唔公平嘅。佔有資源多、地位高嘅人咧，佢哋嘅後代存活率自然更高，傳承嘅機會更大。而普通底層人咧，喺戰爭、饑荒、瘟疫頻繁嘅年代咧，想代代延續落去咧，其實係一件好困難嘅事。所以啊，如果用千年為單位嚟睇咧，今日能夠延續落嚟嘅家族咧，喺歷史嘅某啲節點上，一定係曾經撐得住風浪嘅人。可能係官員啦、地主啦、士人啦，甚至係早期嘅部落首領。換句話講啊，無論今日你係咩職業、咩身份，你都係無數輪嘅生存競爭之後，仍然留低嘅幸運兒。歷史就係一場以千年為單位嘅殘酷淘汰賽，所以千祈唔可以睇輕自己，因為你能夠企喺呢一度，本身就係千年以嚟無數掙扎同埋努力以及延續嘅奇蹟。咁你有冇諗過，如果你可以見翻幾百年前嘅祖先，你會同佢講啲咩嘢？歡迎喺評論區講講你嘅諗法。